今日繼續食唐記湯飯，信眾要求，今日同大家試番茄薯仔牛腩牛丸湯飯。佢嘅賣相比一般茄湯紅，令人期待。個湯用嘅係車厘茄，所以飲落夠酸，茄味都夠濃，感覺似茶記嘅茄通湯底，再多陣牛味。不過作為湯嚟講就少 heavy。餸方面有牛腩、車厘茄、蠔菇、薯仔、蘿蔔、雲耳。畢晒湯料出嚟之後呢，佢仲有2/3碗湯。讚下先，啲薯仔係有茄味又夠腍嘅，牛腩有3嚿，煲得夠腍，但係就偏乾同埋老，就2下就俾佢吸乾晒我啲口水，再加埋個超濃味嘅湯，唔係講笑，我真係即刻飲咗啖水啷口。我本身就唔中意食菇嘅，鼓起勇氣放咗個菇入口，好重菇味，一咬落去即刻飆啲油出嚟，完全冇食蔬菜嘅清爽感。舊牛丸同平時彈牙嘅牛丸完全冇關係，加多陣唔知葱定係薑嘅味，奇怪到我試完味之後呢就冇食啦。整體嚟講呢個湯係超油膩，食到中間已經勁滯，最後我完全係為咗唔想浪費先飲埋個湯嘅啫。喺重酸重油重味嘅衝擊底下，最尾我係食到起痰嘅，10分滿分我會俾4分佢啦。如果你哋都食過嘅話，喺下面同我分享你哋嘅感受啦，拜拜。